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6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撒母耳上卷13章第1节到15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到20节。今仔日的经文所要分享的主题是夜景。耶稣基督伫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内底，讲到夜景的譬如。伫这所在讲到天国，亲像福音的种子，也到伫几种无共款的土地顶悬。既然是伫无共款的土地顶悬，伊的结局当然是也无相同。这个种子也伫路边的，也伫浅土的石顶悬的，另外也伫这个刺皮中呢，也有落伫这个好土的。落伫路边的会叫鸟仔食去，落伫浅土的，因为土浅无法度生长，只有布芽尔尔。落伫刺皮内底的，虽然会当大丛，但是溪条的，所以无法度结出果子。伫马可福音13节到20节，第4章的13节到20节的经文，耶稣来解说这个譬喻的意思。伊讲恁无明白这个譬喻吗？那安尼，恁怎样会当明白其他的譬喻呢？夜景的也是上帝的信息。有的人亲像落伫路边的种子，因一听到信息，撒旦就来鸟仔啦将压伫因心内信息来夺走。阁有亲像落伫石仔顶悬的种子，因听到信息了后真欢喜来接受，但是呢，信息伫因的心内扎紧袂深，袂当挡真久。一旦信息拄着患难也是逼迫的时阵，因就即时来放弃。阁有一寡人好若亲像也伫这个刺皮内底的种子，因听到信息了后，生活、忧虑、财富的引诱，以及济欲望一直来搅扰，所以因就话缺袂喘气，这个信息就无法度成长，无法度结出果子来这就是咧指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使命。这种内在的使命是属灵的，真侪人听福音非常受感动。亲像雅各所讲的，你听到福音无有使命、无行为的见证，你就是死的，无法度成长，无法度喘气，无法度布芽亲像路边的。有信仰福音来布芽了，无法度生长，亲像伫迄个浅土的。有迄个伫刺皮中间的，虽然生长但是有济的塌芽，伊就无迄个活命的空间，也受到其足大的影响，无法度结出果子来。这头前3种的使命，拢毋是有好的结果的信仰使命，所以无论是会当生长，还是安怎，拢是无好的使命的结果，无法度结出果子来。这就是雅各书一直咧强调的代志。只有后面迄个也伫好土内底经文安尼甲咱讲，但是迄个好若亲像也伫好土的内底种子，因听到信息了后领受，领受就是布芽、大丛，而且佫结出济的果子，有收成30倍的，有收成60倍的，有收成100倍的。这个重点毋是要爱收几倍，亲像迄个耶稣咧讲好的萝卜共款，迄个5000的，迄个2000的，耶稣所强调的毋是迄个倍数。乃是会使尽力来生出30倍、60倍，或者是100倍。重点毋是倍数，是迄个使命的见证。
是毋是尽着全部生命的力量，用生命来影响生命？这才是经文的重点。收5000的尽力，收2000的尽力，成长尽力就会30倍，就会60倍，就会100倍，上帝拢欢喜。最近咱讲到扫罗是被上帝呼召，上帝罗卜撒母耳也侪摆甲伊讲，你伫迄个所在等我。基本上，咱看到头前的记载，扫罗拢照撒母耳、上帝罗卜的话，即个新人的话来做，伊伫迄个所在乖乖听候有顺服。所以上帝就高满伊，成做上帝罗卜，成做以色列人民的领袖。伫昨昏的经文内底，撒母耳对扫罗安尼讲，上帝高立你做伊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你特别治理伊的子民，救因脱离所有的对敌。以下就是上帝选立你做伊的子民统治者的证据。后壁讲真济，咱昨昏已经有讲到。咱倒转来思考昨昏的经文甲今日的经文，当扫罗顺服上帝的时阵，伊听等上帝的话的时阵，上帝的种子迄个话就深深进入伫伊的心田内底，互伊会当成长，伊会当成做以色列正百姓的祝福，会当成做成长的修成100倍，互侪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。但是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，一旦伊违背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旨意，伊敢若想家己的方式去做的时阵，伊即个种子就不袂出芽，无法度成长，无法度结实济。不但安尼，甚至伊会成做以色列人落败的一个原因。咱去看倒转来伫现在现状，台湾伫即几工所发生即个防疫混乱的情形，就是安尼嘛。原本被选出来做地方首长的人，爱成做地方人民的保护者，也是讲祝福者。但是后来咱看到遮当疫苗真少的疫苗，逐个拢真惊着病，即个情形的下面，咱看地方官甲人民来争利啊！地方官成做人民争利的对象。即种甲人民争利的地方首长，不但袂当成做人民的祝福，搁较要带来人民的祸害。我相信即种的情形，咱毋是伫遮咧批评安尼定，这要成做咱现代基督徒你我必须爱被提醒来警醒的一个项事啦。如果今日有人敲电话给你要去无？无应该是你我的份，咱千万毋通去甲人抢，千万毋通去甲人用。当爱互遐真正需要的人先来使用，这是足基本基督信仰的要求，迄是好的种子伫好土内底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6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3章第1到第15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第1到20节。今天的经文分享的主题是撒种。在马可福音的记载，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，他提到的天国的福音，就好像那个种子撒在不同的一些土地上面。既然是撒在不同的土地上面，它的结局当然也就不相同。当种子落在路旁，也有种子落在这个浅土或者石子的上面，也有在荆棘当中的，最后也有落在好土的。
落在路旁的被鸟吃掉了，落在浅土上的因为土浅而无法生长，只是长了苗；落在荆棘中的，则是被荆棘卡住了，也无法长出果实来。13到20节，就是马可福音第4章13到20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解释了这个撒种比喻的真正的意思。在不同土地里面的种子，它有不同的教导。耶稣说：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那么你们怎么能够明白其他的比喻呢？撒种的比喻，那个撒种的人撒的是上帝的信息。有些人好像是落在路旁的种子，他们一听了信息，撒旦就来了。撒旦就是那个鸟了把撒在他们心里面的信息怎么样？夺走了，被吃掉了。有些人好像是落在那个石子地的种子，他们一旦听了信息，受了感动，乐意接受，可是信息在他们的心里面无法扎根，扎根不深，所以不能持久。一旦为了信息这个信息遭受这个困难啊、患难啊、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样？立刻放弃了。但有些人好像撒在荆棘中的种子，他们听了信息，可能发芽了，长出来了，可是生活呢，有很多的忧虑。那个荆棘代表忧虑，荆棘代表财富的诱惑，荆棘代表各种欲望纷纷的来困扰挑战，窒息了这个信息的生机，所以这个种子的长出来的苗无法结出果实。其实这个就是在指基督徒的信仰生命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，是属灵的，是种在人的心里面，这个心田的品质是有关系的。许多人听了福音非常的受感动，很容易受感动，就如同雅各所说的，听了相信，可是没有行为的话，基本上信心就是死的，那个可能就是荆棘了有些呢根本没有发芽，像在路边的，有信仰的福音长了苗，却无法生长，像是在浅土的石子上的种子，没有多久就死掉了。也有在荆棘中的，就是长了苗，成长了，却受到撒旦极大的诱惑试探影响，却无法长出果子来。前面的3种生命都不是好的信仰生命，也没有好的见证，就是雅各说的，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因为无论是否能够生长，如果都没有办法有好的生命来结果的时候，那这不是一个好的 ending 结果没有办法生长许多。只有后面那个撒在好土里面的，它可以成长，像经文说的。但是有些人好像撒在好土的种子，他们听了信息，领受了，并结出果实来，有的收成30倍，有的收成60倍，有的收100倍。就如同那耶稣基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，好的仆人里面的收5000的，收2000的那个奴仆一样，没有说5000的就比较厉害，不是的。无论是如何的生命能够长出30倍也好，60倍也好，或是100倍也好，重点不在于倍数，而是那个生命的见证是否是尽了全生命的力量去活出来，活出好的见证，有很好的收成，以生命去影响生命。
最近几天我们都谈到扫罗被上帝呼召的事情。主的仆人撒母耳多次的告诉他说：“你在那里等我。”基本上前几天牧师说，他在这个阶段还是顺服的，他听上帝的话，他的心田是好的土，所以上帝就膏抹他，成为上帝的仆人，他也成了以色列人民的领袖。在昨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上主膏立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他将治理他的百姓你将治理他的子民，救他们脱离所有的仇敌。”以下就是上主选立你做他子民的统治者的证据。我们昨天讲了很多嘛，他会遇到谁啊，会怎样啊，然后最后撒母耳叫他说：“你就在那边等我，等7天。”他有等他，他有等他，后来就受膏立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就看到，当上帝的话深深的植入他的心田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以色列众百姓的祝福，成长收成100倍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。一旦他违背了上帝的话语，像今天的经文所记载的，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他一意的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的时候，他的种子就发不了芽，或是无法成长，或是根本到最后就无法结果子。基本上扫罗应该是属于撒在荆棘里面的这样的情形，甚至呢，扫罗本身要成为以色列人败落的原因。相信最近在台湾在防疫所产生的混乱，那个情形也是相同的。原本地方首长是被设立选来当人民的保护者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变成地方官变成人民争利的对象。这种与民争利的地方首长不但不能成为人民的祝福，也会带来祸害。我们除了看这些事情的批判之外，其实最重要是用这件事情来反省我们自己。这是现代基督徒你我必须要被警醒、被拿来借鉴的事情。我们想，如果今天有人叫你打电话，叫你去打疫苗，千万不要去，因为不是你的不要去。让真正需要的人先使用，这是最基本的信仰要求的。这也是好的种子种在好土里面的信仰表现。